我的女婿居然在结婚当天跟我闺蜜做那种事儿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雪晴，你别误会，林峰刚才不舒服，我帮他检查身体呢。啊，对对对，妈，你知道的，兰姨在国外就是开医疗公司的，很专业。你们是当我傻吗？什么检查需要脱光衣服爬到床上去做？在干嘛呢？让你叫凌风下去拜堂，这点事儿都做不好吗？好了，雪晴，我们这就下去。他们在床上偷情。兰姨，雪晴，你胡说什么？品如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在我心里她就是我亲闺女。品如，你说，兰姨会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吗？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，兰姨？妈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跟兰姨关系好，所以在这搬弄是非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要脸了你？我不要脸？难道不是吗？心眼比针眼还小，一门心思想着拉踩别人，还不赶紧给春兰跟凌风道歉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真的看到了，顾凌风他连裤子都脱了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他们一个是陪我长大的兰姨，一个是我即将要嫁的丈夫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，非要在我结婚的时候污蔑他们吗？我命令你立刻道歉，否则没你这个妈！好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我走。雪晴，为什么？谁让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？实话告诉你，我的海归身份都是假的。不过我已经怀了凌风的孩子，只要再把你那个白痴女儿弄死，你们家的钱就都是我的了。夏春兰，你不得好死！我重生了，居然重生到婚礼开始前1小时。这次我要让你们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。上一世夏春兰早早的就过来，说是帮忙搭把手，原来是想找机会偷情。春兰，春兰，你刚不是说累了吗？我去给你找了个熏香，据说能静心安神，特别管用。这专门给大象用的催情香，一旦起效，10头牛都拉不住。哎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今天宾客这么多，你赶紧去忙吧，不用照顾我。我收拾完衣柜就下去啊。那你快点哈。这可是我特地为你们找的焊接胶和魔鬼蜡，好好享受吧。一大早过来太困了，刚才差点睡过去。那你赶紧躺下休息会儿，等婚礼开始了，我叫你。这么精彩的画面可不能错过。还有3分钟，熏香起效。老周，想当年雪琴跟我妹妹还一起追你来着，没想到一转眼雪琴孩子都要结婚了。别提了，当初我就是瞎了眼。这些年你家春兰已经是海归创业精英，而我家那个还只是个底层销售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而且妈还经常在背后说兰姨坏话，我看那就是嫉妒兰姨比她优秀。我以后一定改，跟春兰好好相处。这才是我的好妈妈。兰姨从小就把我当亲闺女一样，她什么品行我比你清楚。很快你就会知道她是什么品行了。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啊？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贯彻到底。你好骚啊！
都还没开始呢，这就按耐不住了。还不都怪你！自从上次不小心看到你洗澡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女人。婚礼马上开始，请家长入座，迎新人拜堂。妈，这位子是给兰姨留的，你一会儿站边上看着就行。我女儿婚礼拜堂，居然拜的不是我，而是一个外人。什么叫外人？这些年你3天2头不着家，都是兰姨陪我吃喝玩乐，她对我比你更好，她比你更像我妈。这些年，建国的公司每况愈下，为了给品如更好的生活，我开始独立创业，经常不是熬夜就是跟客户喝酒，最近才刚刚稳定下来。品如，妈忙工作也是想给你铺路，好让你继承。你那个底层工作能继承什么？真不嫌丢人。你又不是兰姨，海归创业精英，不论做什么都有面儿。这个位置，兰姨比你更合适。是啊，雪琴，我妹可是海归精英，坐这个位子也是想帮品如撑撑场面，免得你坐在上面丢人。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。不会，放心，我马上就来喂饱你，多来点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觉得我丢人，那就让春兰做吧。你们很快就会知道到底是谁丢人。是凌风的声音。走，快去看看。好戏马上开场。发生什么事了，兰姨？我刚听到凌风的声音，他怎么了？是怎么回事啊？春兰，你把门打开，这马上要拜堂了，凌风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为啥？你在房里干嘛呢？怎么还不开门？赶紧穿上，外面来了这么多人，要是被发现，我们就完蛋了。不行，太辣，没法穿。兰姨，你在里面吗？你再不说话，我们就进来了。别穿了，先躲起来再说。是品如吗？我刚睡着了没听到。林峰不在这儿，你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林峰不在这儿，那他去哪儿了？这吉时马上就要到了，赶紧再去其他地方找找。其他房间都找过了，没人，而且刚才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，林峰肯定在这儿。春兰，你快把门打开呀！林峰要是在里面，你就让他赶紧出来。品如还等着他拜堂呢。躲一会。这柜子躲不了。这也进不去啊！兰姨，你里面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久还不开门？春兰说她在睡觉，那林峰又怎么会进去呢？而且他迟迟不肯开门，难不成他俩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胡说！兰姨从来都光明磊落，她在我面前每次都说你好话，你却每次都说她坏话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恶毒了？张雪琴，你能不能收起你的小人之心，别再恶意揣测别人了？建国跟品如说的没错，我妹妹可是海归精英，人品道德比你这种乡巴佬高10000倍，绝不可能干出丢人现眼的事儿。隔壁有这房间的钥匙，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开就开，建国，麻烦你拿下钥匙，一会儿要是凌风不在里面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。他们去拿钥匙了。奇怪，我这衣服怎么脱不下来了？我来帮你。不对啊，宝贝，衣服后面好像是被胶水粘住了。什么？快点吧，宾客们都等着呢。上一世你们把我推下楼梯摔死，这一世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完了完了，要是被他们看到我们这样，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。奇怪，怎么打不开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我怕他们突然进来，所以特地换了把锁，现在只有这一把钥匙。还是得兰姨想的周到，可婚礼马上开始了，我们迟早还是得出去啊。这还不简单，只要我咬死没见过的人，难道他们还能闯进来不成？到时候再找个借口把他们支走，你不就能走了？好主意。这锁怎么坏了？我也想开门，可是打不开呀。锁坏了，这个点找人来换锁，起码得1-2个小时，怎么办啊，爸？楼下宾客们都等着，我们还是赶紧换个地方找找吧。等下，
既然春兰被关在房里出不来，那一会儿拜堂是不是就该我来做主座了？这怎么行？说好了要让兰姨做，就必须是她。就你也配？建国老弟，你赶紧把门踹开，让我妹出来，省得有些人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说的也是，做主座的那必须是你兰姨那样德艺双馨的女人。让你妈去，只会给咱周家丢人，还不快让开！好一个德艺双馨，好一个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马上你们就会知道夏春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们怎么开始踹门了？怎么办啊，兰姨？要是被他们看到，我一定会被赶出周家，一无所有了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为了救我出去，坏了你们家一个门。没事，兰姨，一会儿下去还得靠您来给我撑场面呢。哎，兰姨，你手心怎么那么多汗啊？这不是刚才出不去着急吗？奇怪，房间只有那一个出口，人不可能凭空消失啊！你刚不是一口咬死说林峰在里面吗？人呢？他一定就在房间里。够了，妈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房间里根本没人，你还在狡辩什么？是啊，雪琴，我都说了林峰不在这儿，这摆在眼前的事实，你还要污蔑我，你这不是存心欺负人吗？我说过，如果林峰不在房间，我跟你没完。今天你必须给我妹妹道歉。看看你，你把品如的婚礼都搞成什么样了，还不快跪下给人道歉？就是啊，妈，你嫉妒兰姨也就算了，还空口白牙泼人脏水，简直不要脸！还愣着干嘛？快跪下道歉啊！我说这大活人怎么突然消失了呢？原来是在这儿。你干嘛？你怕什么？难不成你被子里藏了个男人？谁怕了？我就是想着婚礼马上开始了，想赶紧下去。你说的对，婚礼马上开始了，所以我帮你们找找新郎在哪儿。怎么是玩偶熊？这就是你说的人啊！我都说了没人，你还要纠缠？雪琴，你是非要逼死我，你才高兴吗？好，我承认林峰在这儿，行了吧？张雪琴，你太过分了！兰姨可是你的好闺蜜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她呢？赶紧道歉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把顾凌风给我找出来，要么就给我妹妹跪下磕3个响头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好，我这就让玩偶熊告诉你们，顾凌风在哪儿。简直胡说八道！玩偶熊怎么可能开口说话？真是荒唐！妈，你为了污蔑兰姨，居然连这么离谱的话都说得出口！我命令你立刻跪下道歉，否则从今往后我就没你这个妈！那要是玩偶熊真的开口说话了呢？他要是能说话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，叫你声姑奶奶！我从这儿3跪9叩，送你去楼下主座。我把这玩偶熊吃下去！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。顾凌风在哪儿？给我说！说！别打了！你快停下！疯了！这婆娘疯了！张雪琴，你要再这么发疯，别怪我对你动手了！急什么？我再加点猛料，他马上就能开口。不肯说是吧？那我就看看是你的眼珠子硬，还是我的簪子硬。啊！熊里有人！我们正好一起看看这只玩偶熊里到底是谁。怎么会没有？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没注意到的？你刚不是说玩具熊会告诉我们吗？人呢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想把白的说成黑的。凌风明明不在这儿，你非要说他在。你说这种话造谣兰姨的时候，良心不会痛吗？算了，品如，你妈妈就是这种霸道的性子，我习惯了。春兰，你就是太善良，太惯着她了。好好的一个婚礼被你搞成这样，我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，还不赶紧给我下去！顾凌风肯定在这儿，我现在就打他电话。打什么电话？你说在我房间我让你看了，你说在玩具熊里我也让你找了，结果呢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你还要不了完成到什么时候？砸得好，春兰，就该治治他这喜欢冤枉人的臭毛病。好啊，既然房间没人，品如，你赶紧打顾凌风电话，告诉他婚礼马上开始，让他赶紧过来吧。说的也是，我现在就打。
兰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林峰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之前林峰在这儿布置房间的时候不小心落在这儿的吧。哪有人布置房间会把手机塞被子里的？而且你刚还躺在床上，你感觉不到吗？一个手机而已，能证明什么？我妹妹又不是什么豌豆公主，怎么可能什么都感觉得到？就是，这被子这么大，一个手机在边上，我没感觉到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是，手机确实可能是不小心落下的。那这件品如的睡衣也是她自动穿到你身上的吗？春兰，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，而且还是我最性感的那件？哇，春兰，你说呀，你为什么穿品如的衣服？你说话呀！那不是因为我把品如当亲闺女一样吗？我想着随便拿一件穿，谁知道正好拿到这件。那么多睡衣，你偏偏穿最性感的这件，而且到现在还不肯脱。我看是在房间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找刺激吧！你胡说，我就是自己睡觉而已。那现在你起了，怎么还穿着？说吧，顾凌风藏哪儿了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婚礼马上开始了，大家怎么还不下去？凌风，你去哪儿了？手机都落在这儿，害我们找了好久。某人不是说凌风肯定在这儿，还说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算了，品如，雪晴可能只是老糊涂了，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也别跟他计较了。这怎么行？兰姨，你就是太善良，所以他才蹬鼻子上脸欺负你啊！今天他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否则这婚礼他就别想参加了。这一唱一和的，倒像我才是那个外人。没错，必须给我妹妹一个交代，否则你别想走。原来他为了不被抓到，直接从2楼跳了下去。凌风，你腿怎么了？我刚才在阳台挂喜字的时候，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是从这儿跳下去的？住口！张雪琴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先是房间，接着说玩偶熊，现在你又说从这儿跳下去逃走的，你简直就像咬了人不肯松口疯狗。爸说的没错，你造谣的样子真是让我觉得恶心。是造谣还是真相？我们看看摄像头里拍了什么，就都知道了。好啊，既然有监控，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凌风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从这儿跳下去的。如果不是，我动手抽你！不行，不能看！你放监控也不早点跟我说，我刚才还在房间换衣服，怎么能给这么多人看？说的也是。要不这样，品如，你跟夏春兰亲如母女，那这监控录像就你来看吧。你干什么？夏春兰，你在怕什么？是怕我们看到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？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我就是。好了，现在监控坏了，说什么也没用了。宾客们都还在下面等着，你们赶紧下去拜堂吧。对，吉时马上要过了，赶紧下去吧。只要有这个芯片，就可以修复录像，到时我全国联播，看你们如何收场。兰姨，这些年你看着我长大，比我亲妈还亲，今天我也该叫您一声妈。这就对了，像春兰这种海归创业精英才适合坐这个位子，其他人只配在一旁眼巴巴看着。既然你们父女俩都看不上我，那我也没必要把你们当家人。哼！韦老韩，停止股份转让计划。另外，我需要修复一段监控，我让人把芯片给你送过去了。
董事长，工程师说芯片受损比较严重，存在无法修复的可能，只能尽量试试。看来还得找其他机会，绝不能让那2个人逍遥快活。你腿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摔得不严重。谁问你这个了？我问的是那条腿。我刚趁没人的时候上楼涂了点药，好多了。什么时候再试试？这么多人呢，万一被看到之前那个润滑油是不是被张雪琴做了手脚，她会不会早就怀疑我们了？有可能。看来这段时间我们得收敛一下，可不能让他抓住机会。春兰、林峰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因为找不到人就怀疑你们。春兰，你以后还要和以前一样，经常来玩啊！只有让他们放松警惕，才更容易找到破绽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这张雪琴就是个没脑子的家庭主妇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们可是好闺蜜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经常来。你们都在呢。林峰，我打算下周我们去马尔代夫度蜜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不过我觉得光我们俩去太无聊了，要不叫上兰姨他们一起，你说好不好？机会来了。当然好啦，我早就想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去度假了。妈，你平时不是工作挺忙的吗？这趟你要不就刚好别去了。是啊，出国玩那可都是高消费，多一个人开销也不小呢。那太可惜了，我昨天刚开了一个大单，挣了不少钱，顺手就给大家都买了头等舱机票，还有7星级的滨海酒店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那我现在就退了吧。等下，妈，你怎么不早说你买了？我刚才是逗你玩的，你跟我们一起，那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？看在你心里还有我们的份上，这次就批准你一起去了，刚好给我省点钱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听说马尔代夫沙滩上全是美女，我早就想去见识见识了。老韩，你帮我安排下滨海酒店的这4个房间，中间这个记得要准备进入我为你们精心布置的陷阱吧。好大的沙滩，确实好大。品如，雪琴人呢？她说她先去酒店办理入住，这种跑腿的事儿全让我妈干就行了。之前跟你说的房间都安排好了吧？已经按您吩咐改造过了，您放心，一定看不出任何问题。很好，通知他们来入住吧。是。真没想到，这张雪琴居然舍得给咱们订这么豪华的酒店。就连我之前也没住过这么好的。张雪琴，这酒店钱你真付过了？不会是打肿脸充胖子？到时候离店要我们自己掏钱吧？打肿脸充胖子。老登，你知不知道你面前站的可是本店贵客，自然是付过钱了。倒是某些人花着别人的钱，还在这阴阳怪气。张女士，这是你们的房卡。这么火的酒店，居然还能订到4个连在一起的房间，没想到妈你还有点本事。也很快就会知道我还有多少本事。各位，这边请。你好，女士，我帮你拿吧。算你有眼力劲儿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太好了，兰姨，我们俩是挨着的。挨着好啊，方便。这么晚才过来，品如习惯晚睡，或者还是真的洗澡偷偷跑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明天品如会带他们去沙滩上玩，到时候你就装作拉肚子，我装低血糖，等他们一走，我们就都听你的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宝贝，明天见。等他们一走，我们就都准备好了没？
我已经等不及去沙滩了。林峰说他低血糖头晕，在酒店休息。兰姨呢？品如，你不会是拉肚子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瞎猜的。要不你也先在酒店休息吧，身体要紧。对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好点了就过来找你们。好吧，那兰姨你好好休息，我跟爸他们先去了。嘿嘿嘿，哇哦！完了！人已进去。喂，什么事儿非要叫我们过来？没见我们俩正忙着呢。今天是春兰的农历生日，我打算给她个惊喜。春兰生日？对呀，没想到你对我妹还挺上心呀。可是我们这趟出来什么礼物都没准备，怎么给她惊喜啊？别担心，我都替你们准备好了。哟，整的有模有样的。你们都挑一样吧，一会儿我们一起给她送去房间。这是宝格丽的祖母绿项链，妈，你居然舍得买这么贵的礼物。不过也是，兰姨值得最好的。你好，帮我选个母亲节系列的手链吧，要高级点的。品如，我没想到兰姨一直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疼，今天母亲节我可不能忘了给她买礼物。一会儿你就知道她有没有把你当闺女了。快点，我等不及了。爸，我们赶紧上去吧，我已经等不及看兰姨高兴的样子了。要不要把凌风叫上？凌风身体不好，就别去打扰他了。走。等下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当然要人多点才热闹。我的抖手账号有几百万粉，等我开个直播，让网友们一起祝福春兰。这个好，这才对嘛，妈。看在你今天对兰姨还算上心的份上，之前你犯浑污蔑她的事儿，我就先不跟你计较了。我不光开直播，我还把所有国内驻马尔代夫的媒体朋友也都请来了。一会儿咱们一定把这生日办得风风光光，让全国人民都看到。好，媒体记者都到位了吧？董事长放心，所有知名媒体全部就位，就听你这号令了。出发！家人们，今天我的好闺蜜，我女儿的干妈过生日，我们一会儿要给她送惊喜，大家别错过哦。上次被你们从窗户逃走，同样的漏洞我可不会留第二次。哇，听到他们回来了！怎么可能？他们才刚出去半小时。等一下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进去。是品如的声音，他们回来了。不行，他们就在门口。从阳台走，这阳台跟隔壁挨得很近，你直接爬过去，没人能发现。好。这门怎么打不开啊？不可能啊！明明昨天还开着。原来是自己吓自己。我就说嘛，他们肯定没回来。试试这个，效果是国内的10倍。好啊，小宝贝儿，我就喜欢这种劲大的，刺激。没出来过，肯定就在里面。你们不是喜欢找刺激吗？这次我让秦姨提前把润滑油换成了强力胶，让你们好好刺激刺激。等下，宝贝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家用的那润滑油，给我疼坏了。我担心有人故意整我，这瓶该不会也有问题吧？怎么可能？
这瓶是酒店的，除非那人是酒店老板，否则根本不可能做手脚。看着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赶紧的，我这劲儿都快过去了。来啦！这胶可是我特意找人调制的，直接接触皮肤时与水无异，但一旦沾上体液，将发挥100倍的粘性。不对啊，我下面好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，动不了了。什么？怎么每次都出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会儿我先进去，然后你们就一拥而上，明白了吗？这次我要你们彻底身败名裂。等下，就这么进去会不会太突然了？万一兰姨正在换衣服或者上厕所怎么办？是啊，有道理。那你先打个电话问问，确定没问题了，我们再进去。喂，品如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我好多了，已经起来在玩手机了。你们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还在沙滩上看帅哥呢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差不多1、2个小时吧。难得出来，多玩会儿，不着急回来哈。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还好，我至少还有1个小时时间，赶紧想想怎么分开。行，我再试试。一会儿进去，我要拍下兰姨惊喜的表情，以后就是我和她之间的珍贵回忆。恐怕惊喜要变成惊吓。小偷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不是的，品如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做出这种丑事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顾凌风，品如可是我唯一的女儿，你居然敢背叛她，我饶不了你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你当我们都是瞎子吗？你们俩都赤条条的躺在一起了，还能是什么样？我一开始真的只是给凌风看病而已，一不小心就……住口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他可是品如的丈夫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这女人不是张总的闺蜜吗？怎么跟她女婿睡一块了？表面上什么归国创业精英，没想到背后玩的这么花。快看，给闺蜜庆生居然变成了抓奸闺蜜和女婿出轨，太劲爆了吧！我操！这女儿刚不是还把这个闺蜜当自己亲妈一样吗？这打脸打得啪啪响啊！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下面粘在一起，分不开了。什么？什么叫分不开了？就是下面被粘住了。一定是有人想害我们东叔，否则我涂个润滑油怎么就变成强力胶了呢？住口！你们两个不害臊的东西！亏我早上还担心你们俩身体，原来都是装的。所以之前结婚当天，品如说要来度蜜月时候，你一定要带上夏春兰，也是你们计划好的，是不是？这俩年纪都快差一辈儿了，居然还真恶心！而且在结婚前就已经勾搭上了，真是不要脸！赶紧拍，明天一定是大爆头条！笑死我了！谁把润滑油换成强力胶的？真是个天才！像这种奸夫淫妇，就该好好教训教训。我管你什么沾不沾的，给我起来！啊！都出去，别拍了，出去！自己叫车去医院。董事长，之前您给我的芯片修复成功了，我这就派人给您送过去。好，你听说了吗？周集团总裁夫人的闺蜜跟总裁的女婿搞在一起，还把502当成了润滑油。这事谁不知道？整个医院都传遍了。李医生费了老鼻子劲儿才帮他俩拆开呢。品如，我这次真的是一时糊涂才犯了错，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了。你们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你放开！我一直把你当亲妈一样，你居然背着我跟我老公偷情，你让我怎么原谅你？这些年靠着周家的资源捞了不少钱，绝不能丢了这棵摇钱树。雪琴，我们可是几10年的好姐妹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你做出这种欺负我女儿的事儿，还想让我帮你？说话！这老小三也太不要脸了，偷别人的男人居然还敢求原谅，可不是嘛？知道自己没理就打感情牌，真让人恶心。
怎么停播了呀？我瓜子板凳都拿好了。求主播继续直播抓奸打小三儿。兰姨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我在你游乐场给你买零食，你毕业典礼也是我去的，这些年兰姨对你不好吗？你别说了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相信你了。品如，我错了，品如。人到齐了才有意思。老婆，快来看，开锅了！滚开！你这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垃圾，不配找我女儿。离婚协议我已经让人去准备了，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。要是顾凌风被赶走，那我从他那儿继承周家财产的计划不就泡汤了？建国，其实这事儿是有原因的，我跟凌风好像是被下了药，是真的，否则咱们都认识几十年了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周家在宁城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媒体和网友那边我可以找关系压下去。但是如果你离婚了，这事迟早瞒不住，到时候公司股价肯定大跌。爸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原谅他们？你确定是被下药了？对对对，我发誓，我对品如忠贞不二，以后我跟她还要生好多好多孩子。不是这野心，周总，你脑子呢？不行，我一会儿得看点短剧洗洗眼睛。周建国这是要为了公司牺牲品如啊，看来我得再加点猛料了。可是你已经没法生孩子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没法生孩子了？你的检查报告说，你那里不久前刚被魔鬼辣椒油刺激过，这次伤势加重，以后再也生不出孩子了。很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，那不是润滑油吗？怎么就成辣椒油了？润滑油？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不知道。当然是婚礼那次。那天我怀疑他们早有奸情，所以提前换掉了睡衣和润滑油，想让他们自食其果。之后他们果然中招了。所以你早就知道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可是品如的亲妈呀，你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我没说吗？我跟你们说了无数次，顾凌风就在夏春兰房间里，而你们又是怎么说我的？你简直就是咬了人不肯，送狗疯狗。爸说的没错，你造谣的样子真是让我觉得恶心。造孽呀！我们老夏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败坏门风的东西？夏女士还怀着孕呢。什么？怀孕？你们不知道吗？这位夏女士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。说起来，多亏了张女士让我给她做体检，这才查了出来。完了完了，这下顾凌风肯定会被赶出周家，以后我别想捞钱了。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怎么叫多管闲事呢？春兰，我这也是关心你，怕你那里被粘住后有后遗症呀。你臭不要脸！人家有老婆，你还给人家怀孕，你这就叫野种！你以后别叫我哥，我丢不起这人。你这个人渣！2个月前正好是你向我求婚的时候，居然连孩子都有了，这事儿迟早瞒不住，必须赶紧收拾了。顾凌风，你敢做出这种道德沦丧、伤害品如的事儿，我不可能让你继续待在周家。把这给我签了。离婚协议？这婚不能离啊，爸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种畜生女婿，签完给我净身出户。我不能签，我舔了周家那么久才得到这一切，我不能再失去了。品如，我就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看在我以前对你好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滚开！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。妈，你帮我说说话吧。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摁住！不要，我不离，我不能离婚啊，爸！滚开！废物！我们走。夏春兰，从今往后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妹妹，永远别来找我。哥，你听我说。对了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那瓶润滑油是我让人换的，他们也是我带去酒店的。祝你好运。张雪琴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孩子的爹是谁无所谓，不过顾凌风这个龟男倒是可以好好利用。果然不出董事长所料，周建华买了明星的八卦，想把自家负面新闻压下去。我按您的吩咐，把他买的热搜全撤了。现在周家负面新闻算是人尽皆知了。明天开市，周氏股价必然大跌，周家要完了。雪琴是个好姑娘，
以后你得好好对人家。雪琴，建国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还请你多担待。以后周家就靠你了。明天我最后再给他们父女一次机会，如果还是冥顽不灵，那就让周氏消失吧。公司股票直接跌停，周氏就完了。没想到被你说中了。妈，我应该早点相信你的。谁真心对你们，谁骗你们，以后都长点心吧。公司股价在教我做事吗？公司股价轮得到你来说三道四吗？夏春兰再可恶，在公司业务上也比你强10倍，你就别在这添乱了，行吗？本来看在公婆面上，我还想拉你们一把，就你还拉我们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废物销售。你知道股票是什么吗？你能解决公司财务危机，我倒立洗头。就是，整天就知道说大话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照我看，为今之计只有去把顾凌风和夏春兰找来，召开记者发布会，澄清丑闻才行了。你们越想掩盖丑闻，那我就偏要把丑闻闹得更大。夏春兰跟周家都别想好过。什么？取消合作？王总，你听我说，丑闻的事都是假的。喂，张总，什么？你说退回定金，否则要起诉我？不是张总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办展吗？是因为张雪琴这个贱人，害得我所有的韭菜都让我退钱。干什么？这里可是大街上，再过来我就大叫了。你叫啊！欠我们老大这么多钱，你把警察叫来，那正好，看看谁有理。哎呀，强哥，我这不是手头紧，暂时没钱吗？等下个月我一定把钱交上。少他妈给我装！要么现在还50万，要么下周200万，你自己选。200万？你就是把我卖了，我也拿不出来。没钱是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那就拿你的手来还。我给。记住你说的话，我知道你住哪儿。走。什么？你问我要200万？不是宝贝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最近公司周转不开吗？你放心，等公司把账要到了，我第一个还你。这个宝贝儿，你也知道我是从周家净身出户的，我哪有这么多钱给你啊？没钱可以去借呀。你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还能不认识几个有钱的同学吗？可是哪有什么可是？你要知道，我现在可是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想撒手不管吗？你别忘了，我肚子里这个可是你顾凌风这辈子唯一的种了。行，我去进。品如，这才离婚几天你就迫不及待的搬这儿来了，还真是如胶似漆啊！品如，你听我说，我来就是跟他撇清关系的。快别碰我！好，我不碰你。品如，你来做什么？还是先解决公司的事要紧。我今天来是找你们配合我演一出戏。演戏？原来是公司股价大跌，舔着脸来求我们啊！我凭什么帮你们？我可以给你们每人50万。50万？我同意。50万还不够我还债的，不行，得多要点。你觉得我差你这点钱吗？我知道你不值钱，但如果你配合我，你同样可以摆脱丑闻，这对你的事业百利而无一害。是，只要能洗白，那些投资人马上就会回来，到时候别说200万，就是2000万都有可能赚到。好，这个视频可是要在记者会上放的，都给我好好演。放心，舒服吗，老婆？来，品如，兰姨特地给你做的，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。视频恢复的不错。对了，董事长，这是您要的 U 盘，已经按您吩咐植入病毒，可以随时远程替换里面的文件。好。行了，明天记者会上我会公开这段视频，你们配合我就好。等记者会结束，我就可以彻底洗白，继续骗那些傻子投资人的钱。看来明天的记者会一定很精彩。我代表周氏集团郑重声明，此前我丈夫顾凌风并未出轨夏春兰女士，这一切都是场误会。没错，这都是谣传。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。不会吧？当时这件丑闻可是全国媒体一起报道的，而且直播，这你怎么解释？
那都是因为张雪琴故意收买记者，又趁我们不知道开了直播，这一切全是她的阴谋。胡说八道！张总可是周小姐的亲妈，她做这些对她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有好处，因为她嫉妒我，她嫉妒我比她事业有成，又跟品如关系好，所以她就故意找我们配合她拍短剧，趁机给我们设套，后来还买热搜造谣，她就是个毒妇。不可能吧？张总不像是这种人啊！那你们当时怎么不解释？我们说了，但当时他带着一群记者进来，我们百口莫辩呀。这张雪琴的嫉妒心也太强了吧！为了打压比她优秀的人，连女婿的黄谣也造，简直不要脸。周小姐有这样的妈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张总，请问夏女士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说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等着被网暴吧。品如，你也觉得是这样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妈，只有这样，记者们才会相信之前的事是假的。你就当为了我，忍一忍。这些年为了你，为了周家，我忍了一次又一次，现在我不想忍了。你们说我造谣，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我跟品如亲如母女，平时都会拍好多视频记录生活，大家可以一起看看。这一家其乐融融的，真是跟亲闺女一样的。你们看，上面还有时间戳呢，就是那次丑闻的第2天，说明夏女士说的没错，他们都被冤枉了。果然是张雪琪诽谤造谣，差点把我们都骗了。我一定要好好写一篇报道曝光她。没错，必须把这种道德败坏的小人公之于众。牺牲我妈一人，我还能继续过逍遥日子，很划算。好戏该登场了。怎么没了？都还没开始呢，这就按耐不住了。还不都怪你！自从上次不小心看到你洗澡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女人。这是婚礼那天的，你放这儿干什么？赶紧把它关了！我关了，可他不听使唤啊！你们不是说之前被抓都是演戏吗？可这里面分明就是在偷情，你们怎么解释？时间戳是上个月25号，刚好是他们婚礼那天。也就是说，夏春兰和顾凌风在结婚前就勾搭上了，之后被抓奸在床的事都是真的。大家听我说，刚才那个视频是伪造的，证据都拍在脸上了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之前还说张总造谣，原来撒谎的是你们。自己老公跟能当自己妈的女人偷情，居然还主动给他们洗白，周小姐还真是心胸宽广。你们以为我愿意吗？我也是为了公司。大新闻，这次的头条一定是我的！满嘴谎话的骗子，给我下去！没用的东西！好好的视频怎么就突然出问题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记者会前我都检查过。现在丑闻再次发酵，合作方全都在起诉我们违约，我估计要不了1周，我们周氏就完了。要不我们去找像新锐那种大集团合作，一方面能用利好消息对冲丑闻，另一方面能问他们借款，解决财务危机。我看你真是疯了！我们周家最多在宁城排进前50，人星瑞集团那可是全国数1数2的存在，他能跟我们合作，除非天上掉馅饼。周总，星瑞集团总经理韩先生来了，说想找您谈合作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星瑞集团的韩总，快请进来。我们董事长觉得你们公司虽然最近有些负面消息，但总体还过得去，打算明天下午跟你们当面聊聊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求之不得。那好，明天下午他在我们集团楼下的咖啡厅等你们。好，明天我一定准时到咖啡厅恭候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容我冒昧问一句，周家这么对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们？我这可不是帮他们。记者会搞砸，我们1分钱都没捞到，还来这么高档的咖啡厅，不合适吧？你懂什么？新锐集团今天召开行业大会，好多公司老板都来了，我当然也要来看看机会，给我点咖啡去。明天要是没有200万，
就等着让人给你收尸吧。就1天时间，我上哪儿弄200万去？老天爷啊，赶紧让我碰上个傻子捞点钱吧！韩总说董事长已经到了，白衣服系丝巾的，赶紧帮爸找找。是不是那个？肯定是，走。就是看着怎么有点眼熟。董事长您久等了，夏春兰，你是新锐集团董事长？等下，他们把我当成董事长了，这不是送上门的傻子吗？真是老天保佑！我不能是吗？传闻新锐集团董事长是个中年女强人，但从未在公众场合现身过。难道夏春兰说的是真的？夏春兰虽然品行下作，但说到底是海归精英，我看十有八九真是她。算了，只要能让公司活下去，我也豁出这张老脸了。既然是老熟人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定金300万，等签完合作协议再给70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不是整整1000万？干完这票都够我去东南亚躺平了。说到底，你们周家这次倒霉也跟我有点关系，所以我特地找你合作，想着拉你们一把。品如，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去给你们点咖啡。不必了，你的咖啡我可受不起。夏董事长，那我这就去准备签约仪式，到时候会场见。董事，快去吧。这是夏春兰过往所有社会记录，她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子，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业务，一直都是靠假冒身份骗投资人的钱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其中大部分投资人都是看他跟周家关系紧密，因而不敢找他麻烦。听说最近他被那些债主盯上了，鱼上钩了。公司总算是有救了，干一个！有没有救，现在可不好说。万一夏春兰撒谎，新锐董事长另有其人呢？你在这阴阳怪气什么呢？不是他，难道还是你吗？要不是你挣不到1毛钱，我至于舔着个老脸去找他吗？就是，虽然他品行不好，但是人家事业上的成就摆在那儿，你也别嫉妒别人。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。是，我是不如他。那祝你们跟新锐集团合作顺利。你看看你妈那小家子气的劲儿，难怪一辈子当个底层臭销售。这几天你挑件像样的衣服，准备跟我参加签约仪式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说你这么高的身份，怎么也不早点说，害我之前离婚还难受了半天。原来我身边的才是真正的金疙瘩。其实我不是什么新锐集团董事长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假的？怎么了？你疯了吗？签约仪式上签合同是要签字盖章的，你不是董事长，你拿什么盖章？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需要你帮我去刻个新锐集团的公章，印戳我已经发你了。什么？你要我私刻公章？你不知道这是犯法要坐牢的吗？不行，我绝不会为了钱做犯法的事儿。你就放心吧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等拿到钱，我们立刻就飞去东南亚，到时候没人抓得住我们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这可是1000万，万一被发现，咱都得牢底坐穿。顾凌风，你要是再不答应，我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。你也不希望自己断子绝孙吧？毕竟你都没有生育能力了。好吧。手艺可以啊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我再提醒你一遍，私刻印章是犯法的。你确定是新锐集团让你来的？废话，我当然确定了。董事长，这些都是他私刻公章的证据。很好，明天的签约会，夏春兰以为能大捞一笔，周晋国以为能攀上高枝，扶摇直上，而我该收网了。我觉得咱们以后一定得紧紧抓住夏春兰这个大靠山。品如，为了一个顾凌风，不值得。一会儿你知道怎么做吧？爸，你说的对，男人而已，以后有的是。只要能得到身份和地位，我什么都可以做到。恭喜啊，周总，竟然能和星瑞集团这样的巨头合作，实在令人羡慕。是啊，将来咱们还得靠周总多多提携。吴总、陈总过奖了，以后多多合作。看到没？自从合作的消息传出去后，所有人对我们都是笑脸相迎，公司股价更是翻了10倍。一会儿我们一定要好好跟夏春兰修复关系。
快看，星瑞集团来了！咦，这不是前段时间曝光的那个小三儿吗？怎么成星瑞集团董事长了？还真是，你们快看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星瑞集团董事长，谁再敢乱嚼舌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张雪琴，你之前不是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？怎么现在知道我的身份，舔着脸来求我了？当骗子的骗骗别人也就算了，就怕连自己也骗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信不信我今天不给你们签合同，让你们全家完蛋？妈，你又在发什么神经？你就算嫉妒蓝姨，也不能说人是骗子啊！对不起，夏董，张雪琴这人嘴臭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别跟她一般见识，还是抓紧时间签约吧。请，夏董，请。林峰现在是公司总经理，他来签就行。也行，只要有贵公司的公章就行。之前公章是我刻的，现在字也让我签，你这不是摆明了出去让我顶包吗？你瞎想什么呢？让你签是因为信任你，反正我们也要逃去国外，谁签不都一样吗？也是，等到国外拿到钱跟孩子，老子一脚把这个老女人给踹了。行。一式2份，周总说好。好啊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周氏集团就要一飞冲天了。恭喜周总，以后我们都以星瑞集团和你们周氏马首是瞻。好说好说。对了，夏董，剩下的700万我给您打过去了，您看看。好，我去个洗手间，适配一下。去东南亚的船都准备好了吧？早在港口等着了。骗了1000万就想跑了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骗了1000万？我意思是合同是假的，公账也是假的，夏春兰根本不是什么董事长。什么？他不是董事长？我就说嘛，前几天还是个下贱的小三儿，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了星瑞集团董事长？我刚跟建国说了，去个洗手间而已。可洗手间明明在那边，而且去洗手间需要2个人结伴去吗？那是因为我东西落在车上，让林峰陪我去拿。难道我每一件事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汇报才可以吗？周总，我看在我们2家认识几10年的份上，拉你们一把，可他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污蔑我。要不合作的事儿就算了吧。别，夏董息怒。张雪琴，你帮不上忙也就算了，还在这拖后腿，还不快给夏董道歉！妈，你知道这次合作对咱们家有多重要吗？自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，就去泼别人脏水，我命令你立刻给蓝姨道歉。就因为他不知道从哪儿找了几个演员，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你们就相信他说的，让我给他道歉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装了？对，有本事你也跟蓝姨一样，出门带那么多保镖，那我也信你啊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那我告诉你，星瑞集团真正的董事长是我。什么？妈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为了在我跟爸面前逞能，居然连临时演员都找好了。满嘴谎话的东西，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大吗？赶紧给我回家打扫卫生去！慢着，我让他走了吗？当着我的面冒充我的身份，你觉得我能就这么让你走了吗？对不起，夏董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，绝对不会再出现今天的情况。合作的事儿，合作可以，但前提是品如替我打他几个嘴巴子。什么？你要我打我妈？太过分了！那可是人家亲妈，你就是有权有势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？就是，你也太恶毒了吧！谁在说我恶毒？你还是你？怎么样，品如？打完我们就合作，而且我还能像以前一样把你当亲闺女，每个月给你用不完的零花钱。要是不打，我现在就撕了合同。快啊！没事儿，让他过来。我的好丈夫、好女儿，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你少拿道德绑架品如！
要不是你惹了夏董，夏董也不会生气，这些都是你自找的。妈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不该假冒兰姨的身份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我。连他也敢打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韩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是在替夏董教训他呀。韩总，您放心，虽然她是我妈，但是她以下犯上，冒犯了夏董事长，我一定会大义灭亲的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！你们知道在你们眼前的人是谁吗？不对呀，听这语气，韩总似乎和张雪琪有交情。不行，我可不能背锅。这都是在夏董事长的意思。不信你问他。这人难道是新锐的高层，只能碰碰运气了？你是总经办下面的人吧？没见过我也正常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签约会，我想打谁就打谁，还不赶紧给我退下！你一个冒充董事长的骗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退下？什么骗子？这是又反转了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我都被搞糊涂了。不是，韩总，你什么意思？夏春兰她不是董事长吗？对呀，她不是董事长吗？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是星瑞集团总经理韩明，而这位才是我们集团真正的董事长张学勤女士。什么？你说他张雪琴是董事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张雪琴她不是一个底层销售吗？怎么可能转眼成了新锐集团董事长了？是啊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开公司啊。实话告诉你们，那天你们在咖啡厅碰面，就是我刻意安排的。我故意召开行业大会，知道你一定会来，所以我特地约了周建国，并告诉他你的着装特征。果然，他们把你当成了董事长。而凭借你的德行，一定会趁机伪装身份搞诈骗。这个骗子果然当三的没一个好东西。没想到张总才是星瑞大老板，这老小三居然当张总的面装，简直是小丑。我不信你一个常年在家带孩子的臭销售有这个本事，你们一定是合起伙来想骗我。董事长的创业过程全部都记录在这个册子里，信不信由你。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来人，把这两个诈骗犯都抓起来！兰姐救我呀！兰姐救我呀！兰姐，别碰我！张雪琴，我告诉你，你失算了。公章是顾凌风找人刻的，合同也是他签的，整件事我没参与半点，你没资格抓我。兰姐，这些不都是你让我干的吗？现在出了事，你不能把屎盆子全往我一个人头上扣啊！你放屁！我什么事让你做了？你有证据吗？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需要你帮我去刻个新锐集团的公章，印戳我已经发你了。你居然敢偷偷录音！你要么救我，要么大家一起完蛋。我也是没办法呀，凌风，我毕竟怀了你孩子，我要是坐牢，孩子就完了，你就忍心看着孩子一出生就是孤儿吗？孩子，只要你扛下这个罪名，我跟孩子一辈子记得你的好。等你出来，我们一家三口团圆。等我出来，这可是上千万的诈骗罪，我要是进去了，这辈子就别想出来了。你可以在牢里努力踩缝纫间啊，只要你态度良好，很快就减刑了。好，既然在你眼里我们娘俩可有可无，那我现在就打掉这个孩子。别，我答应你，我承认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。别急，先看看这个。夏春兰私生活混乱，怀的根本不是你的孩子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顾凌风，你以为你们拿钱偷渡后就可以一起过安稳逍遥的日子了吗？好，一定不能让他活。从头到尾，你都只是夏春兰的工具人，一枚随时可以扔掉的棋子而已。我杀了你！滚开！这个贱人，你害得我一无所有，你害得我断子绝孙了！废物！我呸！真是活该！我承认你有点手段，可是又如何呢？说破天，我也不过是教唆犯罪而已，判不了几年。等我出来，我弄死你！是吗？夏春兰高中学历，他创办的百合医疗公司相关社保信息只有他一个人。
这些年，你伪装各种名流身份诈骗数十位投资人，总金额超过3000万，证据我都收集好了，等着牢底坐穿吧。什么？你是说他的身份都是假的？没错，他根本没在国外待过，更不是什么海归创业精英，他的所有身份和资源都是他一手策划的骗局，所以他骗了我们整整20年，我就像个傻子一样，还以他为荣。雪晴，我错了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才冒充你。看在我们好闺蜜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闺蜜？你在记者会上泼我脏水，在签约仪式上让品如对我动手的时候，有把我当好闺蜜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上次记者会就是这个夏春兰颠倒黑白，被拆穿了之后就落荒而逃。张董，这种人必须狠狠教训，绝不能放过他呀！还不是他先惹我的。品如婚礼那天，他故意在房间放摄像头，我们出去度假又是他故意把人推回酒店，还把润滑油换成了强力胶。要不是他干这些，我能不服他吗？你偷人男人，你还有理了？你这是知三当三，你这是下贱！而且你不光破坏人家庭，还玩完就扔，甚至想弄死那个顾凌风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我玩男人怎么了？谁让这些男人一个比一个蠢？活该！张雪琴，你就是嫉妒我，你嫉妒我比你漂亮，比你能干，所以你就千方百计的针对我，陷害我，我杀了你！好啊！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妈现在这么有钱，我们得赶紧问她要。可我们刚才那么对她，她能给吗？她是我老婆，是你亲妈，她的钱就是咱们的钱，她不给也得给。哎呀，雪琴，你怎么不早说你是董事长？你要说了，我跟品如那还用得着担心公司财务的事儿啊？是啊，妈，你看你啥时候从新锐拿点钱帮帮爸？咱都是一家人，你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？新锐是我自己一个人一砖一瓦创办起来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周氏该倒闭还是得倒闭。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没关系？你是我老婆，是品如的亲妈。你没工作的时候是谁供你吃供你住？是谁给你生活费？你别忘了，那几年你都是靠我养着，在家吃闲饭，你得知恩图报。我靠你养，我吃闲饭，你在外面出差工作，我在家照顾老的，伺候小的，所有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。后来品如长大了，我脱离社会太久，找工作只能从底层销售做起。而你呢？你从来都看不起我，现在知道我当大老板了，就来讨好我，以为招招手我就会回头。我没那么贱。好，有钱了了不起了是吧？你信不信我跟你离婚？行啊，我今天来的第一件事儿是解决夏春兰，第二件事儿就是跟你离婚。不是雪琴，你玩真的？我刚才那些都是气话，你相信我，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第一位啊！这个周建国之前看不起张董，现在知道人家是大老板了就来跪舔，真是恶心。可不是嘛？你看他刚才还硬得不行，结果张董真要离了，他立马吓成软脚虾了。你还记不记得品如婚礼那天你是怎么说的？别提了，当初我就是瞎了眼。这些年你家春兰已经是海归创业精英，而我家那个还只是个底层销售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我说夏春兰和顾凌风偷情的时候，你又是怎么说的？你看看你把品如的婚礼都搞成什么样了，还不快跪下给人道歉！而且你别忘了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你知道股票是什么吗？你能解决公司财务危机，我倒立洗头。我错了，老婆，以前是我有眼无珠，我不是人。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改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别废话了，你就是个捧高踩低、趋炎附势的垃圾，这一点永远也改不了。签字吧。张雪琴，离婚是吧？好，离就离。不过，就算离婚，我也要分你一半财产。到时候我照样可以过上等人的生活，我还要花你的钱找比你小20岁的美女，而你就是个被赶出家门的老女人，我看谁还要你。这姓周的在宁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没想到居然拿分家产威胁自己的老婆，真是没下限。妈，你就别犟嘴了，爸之前是有些不对，但也都是为了这个家呀，你就忍一忍，跟他低个头认个错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？他都骑到我头上了，还要我给他道歉？你可真是他的好女儿。我问你，离婚后你跟他还是跟我？张雪琴，你是铁了心要分家了是吧？这虽然妈有钱，可她这个人最是抠门。爸，我想买这个。不行，这包也太贵了。现在公司还在研发起步阶段，钱得先紧着公司用。我的女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用不着你管。爸能分一半财产，出手又大方，还是爸好。我还是想跟着爸
不愧是爸的好女儿，爸没白疼你。很好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。签字吧。断亲协议？妈，你真要把事做这么绝是吗？我怕你到时候后悔赖上我。好，你等着，等你老了没人给你养老送终，到时候别哭着来求我。别担心，品如，离婚法院会判给带孩子的一方更多财产，到时候我们手里有几百亿，谁稀罕找他呀？听爸的签。很好，不过在去法院之前，有样东西我想给你们看看。这是2年前你跟夏春兰去海北私会的照片，详细证据我已经交给律师了。婚内出轨，净身出户，这糟老头子真是嘴里没一句实话。刚才还说张董是他心里第一位，结果就2年前还在出轨，他活该净身出户。这下子别说分张董家产了，就连周氏集团和房子他也别想拿。不，这绝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雪琴。雪琴，是他先勾引我的。我求求你，我只要我的公司和房子就好。不，我只要房子，求求你别让我流落街头啊！滚开！这些话你留着对法官说去吧。雪琴，你听我说啊，雪琴。他净身出户，那我岂不是一分钱都没了？妈，我刚才都是胡说八道。离婚我跟你，我可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总不能看着我无家可归吧？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我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妈，我错了，我是不希望你们离婚才说的那些气话。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经常带我去公园玩，我每次都躲在你身后。你说过会一直保护我的妈。我就知道你会心软，等把钱搞到手，恨不得整死你。品如，这是妈花了半个月的工资给你买的。哎呀，这也太巧了，我刚好也给品如买了个表。哇，宝达菲利的最新款，谢谢兰姨。妈，你那个自己留着戴吧，跟个地摊货似的。你们走吧。不是，妈，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我狠心？你婚礼的时候，我这当妈的做主做实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又不是兰姨，海归创业精英，不论做什么都有面儿。这个位置，兰姨比你更合适。我想保护你，帮你抓住这对狗男女的时候，你又是怎么对我说的？你让我给夏春兰跪下道歉，否则就不认我这个妈。还有上周的记者会，今天的签约仪式。不是的，妈，我到底是你狠心还是我狠心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你很快就没钱了，你怕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抛开这些不说，你就没点错吗？你赚了那么多钱却不给我一分，你就是个心里只有自己的小人。我如果心里只有我自己，你婚礼那天就不会打算把公司给你当嫁妆。你说什么？你本来打算把公司给我？品如，妈忙工作也是想给你铺路，好让你继承。你那个低层工作能继承什么？真不嫌丢人。这些年我拼命做事业，就是想给你一个更好的条件，是你自己看不上我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这一切本来全都属于我，是我自己作没了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后悔了，你把公司还给我好不好？妈，太迟了。老韩，把夏春兰跟顾凌风送去警局，至于他们2个，随他们去吧。是。
雪晴，你别走啊，雪晴！后来，顾凌风因艾滋病死在了牢里，夏春兰成了疯子，听说还被病友们打断了腿。你们敢干什么？你们几个再不放开我就报警了！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妈，品如，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能不能跟你回家？不然我真的没地方去了。你爸呢？他怎么不管你？周氏倒了后，爸的心脏病复发，走了。我身上所有值钱的都被债主抢走了，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。妈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吧！你也不小了，应该学会自己救自己。妈，你不要走！妈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！妈，我错了。本地导航目的地：名城国际机场。冒昧问下，张董，您现在有考虑重新组建家庭吗？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看，星瑞集团的张董，听说1年前他女儿跟他断亲，后来就真没联系过了。真不知道他女儿怎么想的。要是我有这么个妈，我一定把她当菩萨一样供着。小姑娘，你跟张董长得好像，难不成是他的什么亲戚？不是，妈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知道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可以过得这么踏实。以后我不会再去打扰你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不错啊，进步比年轻人还快。都是教练教得好。为自己而活，永远都不会太晚。